佢哋係一種蛾嘅幼蟲，外貌好普通，但係呢啲細小嘅毛蟲可能係世界上最奇特嘅毛蟲。當佢揾到適合嘅位置之後，開始喺度咬爛塊樹葉。暫時睇落好正常，不過呢條毛蟲唔係喺度食啲葉落肚，佢係喺葉同葉之間製造一條空隙。完成之後，佢自己攝入呢個位。呢種動物到底有咩咁奇怪？首先呢啲唔係普通嘅毛蟲腳，跟住落嚟嘅亦都唔係普通毛蟲嘅行為。呢條係食肉嘅毛蟲，佢可以好似鉗咁捉住獵物，咬實唔放。夏威夷呢度有咁多果蠅，唔好好利用佢哋就太浪費啦。另一種肉食性毛蟲會扮成好似樹枝咁樣，偷襲起獵物上嚟一樣咁有效。冇人知道係咩導致夏威夷嘅食肉毛蟲走上呢條路，但係喺與世隔絕嘅島嶼上，好多時都有呢啲古怪嘅進化。每一個南太平洋嘅島嶼都有佢自己獨有嘅生物。咁多島嶼加起嚟，就有數以千計喺地球上第個地方揾唔到嘅特有生物。由於被大海阻隔，移居呢度嘅人類亦都發展出唔同嘅生活方式。每個文化都有自己嘅習俗，有啲仲非常古怪。呢班當地人喺度進行慶祝。而呢個男人即將要進行世界上其中一種最奇特嘅儀式。呢個傳統係考驗最勇敢嘅男人嘅勇氣。首先佢要唔怕高，跟住用樹藤綁住佢嘅腳踭，佢哋係佢嘅救生索。咁多個世紀以嚟，彭特科斯特島嘅男人一個個由木做嘅棚架上面跳落嚟，只係靠樹藤幫佢哋安全着陸。呢個傳統啟發咗現代嘅笨豬跳。
咁樣跳落去好似好瘋狂。不過慶典嘅起源有佢嚴肅嘅一面。佢哋係為咗慶祝主要農作物一年一度嘅收成。南太平洋呢度一年有成9個熱帶氣旋吹襲，農作物有所收成係值得慶祝嘅事。